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3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寒流等未来今仔透早苗栗县上冷只有3.9度，台南有民众用烧气烧拍灯造成火烧，一个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战争后头一届去美国访问，是全世界媒体的焦点。伊伫回国过程嘛去波兰甲总统杜达见面。桃园市教育局调查发现，讲偏乡国小、国中的学生大考的程度是比市区的学生严重真侪，值得注意。新闻开始来看，今仔虽然无落雨，阁有出日头，也毋过天气是真冷哦。寒流等未来，气象局嘛针对全台湾19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今仔透早上冷，苗栗县只有3.9度。受到寒流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预估对今仔开始到后礼拜一的透早，拢是大冷的天气。也毋过后礼拜一开始温度就会豆豆回升咯。气象局的观测资料是显示讲，今仔透早5点半。苗栗的座桥只有3.9度，是今年寒人平地上低温哦。新地的高美乡、阁有南投中寮乡、桃园的大溪，上低温大约拢只有4度啊。如果到后礼拜一的透早，全台湾是拢受到这种大冷的寒流影响，暗时平地上低温哦会降到4度左右，所以呼吁民众都爱穿雨衣，农渔业嘛爱特别注意寒害。来看咱台湾各地这几天哦，温度是拢真低，所以有真侪民众拢会开烧气。要提醒观众朋友，使用这款的电器哦，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今仔日台南永康一栋14层楼的大楼，早起7点外，到楼道一户开烧气，刷电线、烧拍灯，发生火灾，造成1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乌烟甲火势一直对大楼阳台走出来。台南永康福国路顶悬一栋14楼的大楼，2月3透早7点外传出火警，因为起火点伫9楼，消防人员接到通报，嘛加派分推车到现场。接到报案的资讯就在9楼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有加派311车到，就云梯车到现场就立刻升梯进行入室抢救啊。那再那个第3面也有冒出浓烟火势所以我们又加派一部云梯车从另外一面布线升梯布线抢救。火势大约20几分钟就灭掉，起火厝内迄当时是一对祖孙伫厝，孙仔顺利走出来，但90几岁行动不便的阿公受困，找到时阵已经无喘气心跳。伊的太太买菜买煞回来，得到消息，艰苦甲坐伫椅仔一直哭。起火原因怀疑是开烧风，结果烧拍电。毋是开的啦，甲会知影啦，应该是可能是个咧用未关起来。台电那边表示那个开关有稍微跳脱疑似为电器的原因那详细的原因还需要火灾调查。因为乌烟在对卫生间管道向顶灌走，14楼2位徛号嘛遭着伤送病院。这件火警总共造成1死2伤，详细起火原因搁要等待火调人员来厘清。记者台南报道。过年要到咯，就要特别注意诈骗哦。台东的警方追查8个车手上接去领钱的地点，利用监视器来追踪。伫新北市跟台中抓到3个嫌犯，找到63万块。也毋过诈骗的手法是一直在翻新。台东市最近就有人利用台东大海的名义来进行采购骗店家哦，嘛已经有2-3间店家被骗咯。台东区分局刑警根据进行查到的诈欺案，欠人赢钱的8个点监视器，佮扩大追查200多个监视器，锁定一个诈骗集团，负责收钱的组织成员收水头，分别去新北市甲台中埋伏，日以顺利抓到咧交钱的3名嫌犯，带回台东电信，约回部分的现金。当场起获现金赃款63万元、存折、提款卡以及作案用手机等证物。不过诈骗案也是真多，台东县阁出现新的手法，利用台东大学名义向电器行店头讲是要采买电器，不过要附带买200多万的粪扫桶，提供指定合作厂商名单。等电器行汇集粪扫桶定金了后，合作厂商就消失，已经2-3间电器行受骗，最近有1间电器行也差点受骗。做生意人就是想说有一摊好做。先付定金偌济，我后壁都工课啊。10万块以上都按照采购法，我们学校也有采购要点，就算是小额采购都有一定的办法，不可能透过群组然后在那边所谓的要先付费才能取得标案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可能的。年关特别高各种的诈骗手法是百百款，警方呼吁民众，若是甲钱有关系代志，一定要冷静纠正，才袂阁互人骗去。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准台北市长蒋万安今仔公布第4波10个小类高的人数，国民党的立委林奕华正做是副市长，研考会主委是竞选团队换班的政治大学教授朱振华。蒋万安是表示讲，林奕华会伫明年2月上任哦，因为到时阵立委的任期已经剩无到1档咯，所以唔免阁补选。也毋过这款做法嘛引起争议。另外，台北农产、渔产、畜产甲花卉4大公司，佮有台北捷运公司的遴选哦，蒋万安是表示，会等下伊上任了再来决定。台北市长当选人蒋万安发布第4波10个小类高的人数，国民党立委林奕华来出任副市长，体育局长是大宜兰县照县府的王凤祥来接任。伫个竞选期间幕后的这个操盘手政大教授余振华，伊来出任研考会的这个主委。外界上界关心的这个林奕华会伫个2月了后才上任，立委剩的任期无到1年，根据选罢法。安尼都唔免来补选，这是不是有挑工咧闪避咧？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特别这1个月，奕华委员担任交接小组的召集人，有手有为，对于台北市重大建设的方向以及细节，他都非常的清楚，所以能够马上上手。林奕华表示讲，已经有来得到蒋万安的同意，伊手头的各项重要工作，若是做了后，会伫个明年2月转到市府来服务。也若蒋万安伊嘛有讲，伊上任了后要做的头一件代志，就是要来较立即来走访基层局处。上任之后，我会积极的走访我们基层相关局处，来了解他们的需求有哪些意见，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什么。也若要未公布的4大公司和8节者的相关的人选，蒋万安表示讲，上任了后会较密切来做了解，会来征求各方的意见，来照这个相关的法定程序选出上届出调的人才。都批回来了。特别伫个12月25日卸任的台北市长郭文哲，伊透早国无用咧整理办公室的物件，伊讲伊卸任了后会先转去原籍台大病院。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台北市立委的补选，到底敢要办辩论呢？民进党的候选人吴怡农是拒绝甲国民党候选人王凤美辩论，洪批评讲伊敢是唔敢辩论。吴怡农今仔是表示讲，伊唔是唔敢，是认为讲王凤美拢只有政治喙烂甲外乌。也毋过王凤美是呼吁吴怡农唔通甲辩论看做是政治喙烂，嘛讲伊应该加强对民主选举的详细。甲热情的选民同齐翕相，民进党北市立委补选候选人吴怡农丽莎伫连夜市议员顶人的陪同，继续市场拜票策略。因为吴怡农拒绝甲国民党的候选人王凤美辩论，洪批评是唔敢战。面对媒体追问，吴怡农继续好人唔敢战的讲法，强调无信任王凤美，袂当无喷喙烂外乌。面对国家安全的危险，我们提出兵役改革的主张，这怎么是怯战呢？但机场的问题，连我们松山议员王宏威都没有提出来的，我们也面对面的来提出具体的主张跟政见。王凤美丽莎是举行松山竞选服务处的成立大会，面对吴怡农的讲法，伊反击家己无把握，呼吁吴怡农唔通污名化辩论，要加强民主基本的选举常识。很多的候选人都愿意透过辩论来赢得选民的一个认可。所以我觉得，如果吴怡农先生把辩论等同于喷口水的话，那他真的对于整个民主选举的基本常识，他可能还需要再加强。第2日北市发生一件小货车甲机车相压的车祸，吴怡农走行程的时阵拄好路过，也阁停落来查看受伤的人的伤势。吴怡农强调，大家看到路上需要协助，拢会去斗相共。对此，王凤美回应。吴怡农确实有照顾受伤的人，只希望一切平安无代志。记者综合报道。
相对于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总统蔡英文后礼拜召开国安会议，这边敢要延长，应该就有决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将增加兵林静怡是再成功恢复做一党，嘛建议讲要调整训练的内容。也毋过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是认为讲国安会议无应该只讨论兵役，要求总统针对欠点物件起价、好野加杀愈差愈济民生议题来做回应。一期恢复1年，改革训练内容，民进党立委站出来支持一期恢复1年，台海情势正严重，国防改革是正要紧。说迟迟等无国防部宣布兵役是不是延长？总统蔡英文下礼拜要开国安会议，兵役延长1年，希望会决定。立委刘世芳提出最近真侪份民调，显示兵役延长得到6到8成支持度。不过除了役期延长，训练内容甲待遇拢会调整。亲像台湾义务役，二兵的1个月薪水只有6580块，只有南韩二兵的1半薪水。除了入伍在营服役之外，退伍之后的召集，也是我们服兵役当中的一环。以后假设18岁到32岁自愿役的目标人口大概只有221万人，是现在的1半。所以这样子是比较难去支撑一个全自愿役的部队。张嘉宾指出，为俄乌战争因知影民众继续接受军事训练，应维持战力。苏志芬表示，台湾面临少子化冲击，人口无法度满足全部兵制，这时阵需要政治加勇气进行兵役改革，协助越南完成心理调试、体能强化，熟悉战斗武器，民团也力挺役期恢复1年。针对强军强大主战部队，东部、南部战区差不多780万兵力，国军应用的战力差不多24万人。目前训练内容加一部编组强调无符合战争的现况。负责第一线海岸守备的则是这个新训任务的后备部队。那这也是我们这个兵力上面的一个可能必须要在更精进的部分。我们呼吁国安会议不要只是自己开会。事后发新闻稿、过场、做戏、敷衍了事。蔡总统真的有诚意亲自召开记者会，接受媒体的提问。不过，南亚立委认为，国安会议明只讨论役期，提出中央时政出现治安败坏、盟军环形、防疫政策是乱糟糟三大缺失，要求总统正面回应欠点无计起价。并付差距伤过大只的民生议题。记者综合报道。中央院昨公布今年甲明年的经济成长率的预测，拢无到3%。明年的通货膨胀率 CPI 的预测是2.15%，2%以下的几率无悬哦。中央院嘛认为讲，中央银行的预测恐惊是袂准，所以建议讲，中央银行应该继续升利息。也毋过，中央银行是表示讲，目前咱国内其他主要的机构对明年通膨率的预测，大概拢是伫2%以下。甲过去无共，民众大买三饼，即马受到无价起的影响，只会当少买一点啊。你这波就无啥人好买啊。涨了一段时间了，所以过年期间我们当然不希望说再涨价，应该平抑物价，让大家过个好年嘛。疫情爆发之前，可能是2-3个月才会动，品项才会涨一波。现在是可能是2个礼拜，甚至1个礼拜，可能每一个品项可能多动个2-3块。民众解决者拢感觉无价起袂停。根据中研院经济研究所预测，明年经济成长率2.11%，是所有地区中看法上悲观。另外，预测明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也就是咱俗称的通膨率是2.15%，认为要登到2%以下几率无悬，甚至认为央行对物价预测可能误判。在明年我觉得不太容易从2.4% 往下这个走在央行的这个理事会里面是有3位理事认为应该要这个升息1码那我是比较站在这个升息1码的这个看法。明年物价起袂停，加上农历春节就要到啊，等伫经济部上业司邀集10大超市甲超商业者零加比，真侪通路业者拢答应会配合年节促销档期，设置冰柜专区也是商品，响应政府冰业物价政策。
台酒公司表示，年前会动起，也毋过年后开始检讨绩效。那央行敢是会阁起利息抗通膨，也引起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结束访问美国的行程，已经登去乌克兰了。也毋过伫过程中，伊专工经过波兰，甲波兰的总统杜达会谈将近2点钟，嘛去鸦片来感谢波兰的支持。罗西亚总统普廷当时又搁强调讲，目前的目标是结束这场冲突，嘛呛美国讲，美国要提供予乌克兰的爱国者飞弹，已经是真旧的系统了，甲因罗西亚新型的飞弹是未比值。结束历史性访美行程，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登去乌克兰进前，伫波兰小可停留。波兰总统杜达日前欢迎，两人了后进行2点钟的会谈。泽伦斯基伫登去乌克兰了后，透过视讯影片感谢波兰。Дорогою додому зустрівся з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Польщі Анджеєм Дудою, подякував йому, усім полякам, місту, нашому рятівнику Жешову за все, що вони роблять для України і нашого суспільного захисту Європи. 这场访美行程是俄乌战争以来，泽伦斯基第一摆出国访问，得到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提供爱国者飞弹，强化乌克兰防空。G7 7大工业国组织也支持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Ein Herzstück unserer Hilfe zum Leben ist die Flugabwehr. Denn jede Rakete, die die Ukraine vom Himmel holt, bedeutet ein Stück weniger Leid für die Menschen in der Ukraine. Deswegen haben wir uns jetzt nochmal bei diesem G7-Schalte darauf verständigt. 俄罗斯总统普廷是批评这是无路用的代志，这拖延这场冲突。佮强调俄罗斯军方已经知如何对付爱国者飞弹。Ну, а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Патриотов, это достаточно старая система, и она не работает, так скажем, как наша. Наша-то цель не раскручивать этот маховик военн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а наоборот закончить эту войну. Мы к этому стремимся и будем стремиться. 普廷阁表示，俄罗斯希望结束这场冲突，无可避免牵涉外交解决的方案。不过，北京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回应，普廷完全无表现出愿意谈判的现象，反倒在继续对乌克兰发动攻击。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访问美国、罗西亚冇动作，前总统系任的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昨到向去北京访问，嘛甲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梅德韦杰夫访问中国进前，拢无任何的消息传出来。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报道指出，讲双方会谈的内容有讲到战争的代志。中国的官方媒体是讲，因的立场是可肯双方和谈。梅德韦杰夫是表示讲，罗西亚愿意透过谈判解决乌克兰的问题。另外，中国甲罗西亚冇讨论到无限制的战略伙伴关系，也毋过并无公布细节。因为疫情封锁将近3档，今年的耶诞节，全球有真侪国家拢已经无任何的防疫规定了。也毋过专家嘛是提醒讲，因为变种病毒佮流感病毒，目前去带院的人是袂少，这嘛是爱注意。另外，新冠病毒的副作用嘛是爱特别细腻。一区一区的尸体送到北京的殡仪馆，死者家属干那会当伫外口等待。中国放零清零政策了后，疫情明显有升悬。就算讲中国政府因好人讲染疫死亡的人数加真济，不过学者认为讲放零的速度伤过头紧，佮加上得要来的春运，拢有可能让中国伫2023年的疫情变甲真恶劣控制。They now have a major surge, then they may clamp down again. But we are all not expecting this because the vaccine coverage rate is not that bad, and it is increasing. 即摆上重要的，就是来提升高风险族群，亲像侪伙人新冠病毒的注射率。不而个全球的真侪国家，伫经历过3年新冠疫情了后，今年头一摆伫无防疫措施之下，欢庆耶诞甲这个下年假期。来看2023年，专家提醒讲，毋若染疫了后好的这个长新冠，研究数据显示讲，若是治着长新冠了后，这款生死后并发症的风险会对咧压悬。Even increased risk for cognitive decline, increased risk for Alzheimer, increased risk for stroke, cardiovascular, so heart. But even some data show increased risk
of diabetes and other issues. 另外，对阿尔法、德尔塔到即卖 Omicron 的变异株，显示讲未来新冠病毒与无共的变种病毒煞咧存在。过来，冬天就是这款流感的季节，伫北半球住院的人数会跟咧冲悬。Not just with COVID, but with influenza as well, which are also quite high for this time of year. Similar applies in North America. Again, hospitalizations against COVID-19 in the US are increasing, and it will be quite a difficult winter there combined with flu. We do also need to think about, for example, sub-Saharan Africa, where a lot of the population has not yet received even one dose of a COVID-19 vaccine. 专家认为讲，就算新冠病毒已经对大流行演变做地方流行，不过绝对无代表讲这个警报会当解除。新冠病毒会一直活伫咱的生活当中。解决的方法就是要来研发后一代的疫苗，希望会当伫未来1-2年内，通透过注疫苗来得到免疫。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美国当拄到40冬来上强的北极寒流，上冷的时阵是阁还未到，也毋过耶诞假期的交通已经严重受到影响了。23、24这2天已经有超过2700航班取消，至少5个州实施紧急计划。美国总统拜登是呼吁民众要登去故乡来过节咯，就要赶紧出发。伫西向明尼苏达一条公路能见度正低，这场冬季风暴有机会为5大湖区带来暴雪天气，而且是大雪、强风甲真寒3种威胁，打乱耶诞假期交通计划。全美国真济重要交通中心拢因为极冻天气航班取消，比如丹佛国际机场，日下晡将近4点，气温5.5度，暗过不到1点钟，熊熊降到零下15度。The app never notified me, but the flight got canceled. So I sat in there an extra hour, and then security told me it got canceled. So when I came here, then my other flight from Frontier got canceled. Now I'm going to Newark because it's the only flights that I can get at the LaGuardia's book. 中西部地区南达科他州、拉皮德市甲沃尔市100台车掉伫大雪当中。伫明尼亚波利斯甲圣保罗24点钟内，落雪超过20公分。纽约水牛城阵风时速超过105公里，气温零下6到12度，搁停电。目前苏州实施紧急计划，而且可能搁增加。暴风上强的时阵还未到位，总统拜登警告，这毋是大家细汉时阵的落雪天气。It's dangerous and threatening. Please take this storm extremely seriously. And I don't know whether your bosses will let you, but if you all have travel plans, leave now. Not a joke. 国家气象局表示，这个系统向向变强，正做炸大气旋，按算会伫中西部甲东部内陆地区产生每点钟到1.3公分的雪，甲超过时速80公里的风速。各警告会互陆地甲航空交通变甲真危险，人伫这种天气之下，几分钟之内对冻伤。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来看西班牙昨开出耶诞节上大奖胖子乐透，今年的彩金额有25亿2千万的欧元，大约是代表821亿。也毋过，这款乐透毋是孤一个人得到，头奖的奖金固定是40万欧元，代表1300万哦。有无透露的查某人得到哦？伊讲这笔钱伊要用来买厝、买捐钱互教会。冇得奖的人讲哦，囡仔即马要读大学，毋免烦恼咯。感谢在线的照顾，这阵幸运儿也向宾欢喜喝彩。24西班牙各地出现真侪甲因同款快乐的人，尤其最近西班牙甲其他欧洲国家同款面临通膨危机，什么拢起都是薪水无起。这时阵佫需要天顶拿来好礼物。已经发行210年，大胖子乐透上大提示就是尽量让人有奖，快乐斗阵分享。头奖金额固定是40万欧元，相当新台币1300万。扣完税了后，要差不多1060万的新台币。今年总彩金25.2亿欧元，相当新台币811亿，比去年14.1亿欧元捐出一丝啊。这摆也依照传统，伫马德里皇家剧院透过开奖节目。伫亚战节进前开出，今年号码是0549。Todos los años hemos repartido premios, pero este año nos tocaba el gordo.
每年开奖进前几个月，就亲戚好朋友开始集资，每注20欧元，合新台票差不多650块。另外也开出小额彩号，彩金上少100欧元，相当新台票3260块。根据统计，西班牙人平均开66到69欧元买彩券，差不多是2200块左右。甲拍子乐透上早伫1812年发行，迄时阵西班牙伫拿破仑战争期间，互法国占领，用彩券募集战争的基金。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监察院长陈菊今仔带监察委员去行政院巡察，陈菊针对人权等议题提出建议。行政院长苏贞昌希望讲，透过监委的专业，咱做伙拍拼，互社会愈进步。是不是能够对于黑户宝宝？能够给予更大的拥抱关怀，成立专责的小组，来国家人权委员会愿意针对这个议题来跟我们的小组来做一些讨论。公务人员35万，难免有败类，有不孝，但绝大多数他们真的是用心用力。我们是有很多还做得不够好，还不足的地方。从选举的结果看到选民选票的反应，我们也深彻检讨，知道还要更努力做更好。苏贞昌强调讲，政府有做无好的所在会反省检讨，但局是表示讲，监察院今年针对外籍移工的权益、甲歧视跟人权的议题特别关注，嘛建议讲，行政院应该爱提供适龄移工生的无法度登记户口囡仔如何侪协助。检察委员。再来看国民法官法，明年的元旦特别实施。地方法院伫过去2档拢会模拟演练哦，也毋过律师是讲，模拟的听词伤过简单化咯，可能无法度来反映出真正的状况。过去2年，模拟法庭的演练做甲热刺刺，因为过8天，国民法官的新政阁要来实施啊。因为伫个审判道顶悬，毋但有职业法官，素人嘛做伙来参与这个重大刑事案件的审判。不过伫个事先的准备，敢拢有遮蔽啊。我们模拟的时间只有短短的2年而已，在这2年期间呢，有太多的情况是完全没有模拟过的。遇到突发状况时，该怎么样去妥善的做安排？这其实都没有在模拟的范围当中。就算讲模拟法庭已经有举行挖马上百场，不过捌实际参与的这个律师，伊认为讲，因为这个时间的压力，演练的过程伤过头简化，就惊讲甲事实的情况差真济，甚至讲素人面对有法律专业的职业法官的时阵，难免会受到影响，引起官威效应，这问题就随个来出现。台湾在过去的模拟根本没有一件做过所谓的量刑前社会调查，但是这是一个近几年台湾在办理死刑案件绝对要做的调查，不然的话，它的结果就是会被上级审撤销。2023年1月1号实施之后，运作到底能不能像模拟法庭那样，法官都很客观中立，都很亲切，说明都很用心，我们不知道。过去有真侪摆的模拟演练。法师团体嘛发现讲，有牵涉到死刑的案件，事先的调查做了无够遮蔽，伫这种的情形下，同款有直接量刑，会来引起烦恼。也若民间的团体共同成立的相关联盟，嘛会煞咧来监督成绩上路了后的相关成果，希望讲司法改革会当真正甲做好点停。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看台南市的经发局长陈凯琳涉嫌伫7个工业区的开发案受污洗，检调第2日发动搜索，检方认为伊罪嫌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台南地方法院伫今仔透早已经裁定收押禁见。台南市检察局长陈凯琳伫调查人员陪伴之下，无讲话离开台南市政府。伊涉嫌伫7个工业区开发案当中，散布对地标厂商不利的消息，爱对方提钱出来炒恶好。检察认为伊涉嫌贪污，大动作搜查伊的徛家、办公室等6个所在，各查扣电脑主机、文件30万现金等物。经检察官讯问后，认为军发局长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上机会榨取财物及财产来源不明罪，犯嫌重大，且有逃亡、湮灭、伪造、变造证据及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于12月22日凌晨
经当庭逮捕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台南地区一日暗时开升压庭，陈凯玲承认收现金，也接受去酒店甲性招待，不过伊无承认接受建设公司提供买厝的钱。经过3点5钟的审问，23透早台南地区认为涉犯贪腐罪嫌重大，而且有逃亡灭证这理由，裁定羁押，而且禁止接见甲通信。另外，台南市府也伫2日公布小类个人书，陈凯玲确定离开市府团队。市长黄伟綽伊强调，市府会全力配合检调侦办，然后感谢相关的行政责任会追究到底。支持检调侦办，相信检调的司法机关侦办一定是勿往勿纵，能够让这个司法得到伸张。我们会要求我们的团队的成员签署廉政公约，以及对于相关的重大的案件包括在台南市投资的案件，都会把这个申请的程序定期来公布。台南市府也强调，未来台南市民申请案件，比如投资、工商建管这相关案件，会透明公开甲法制化，拢会从网络公开，互社会大众清楚检视。记者综合报道。欧洲禽流感的疫情的团，咱台湾嘛陆续传出灾情。中华关伫1礼拜内有5间畜牧场拢传出 H5N1 亚型高病原性的禽流感已经杀掉31000只的鸡鸭咯。防检局甲地方政府拢呼吁畜牧场都要特别注意，唔通互疫情传出去。防疫人员来到饲鸡场展开扑杀，而且将病鸡采验送检。中华关动物防疫所16号开始陆续接到通报，有家禽无正常死亡的情形，包括3位的土鸡场、1间鸭场甲1间鹅场，范围是包括德长乡、埔心乡甲二林镇。经过检验，确定是感染 H5N1 亚型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22号完成全面的扑杀甲消毒工作。彰化县动物防疫所这2天总共扑杀了5场高病原禽流感，那总共土鸡有3场，合计扑杀28911只，肉鸭839只，肉鹅2015只。根据农委会统计，台湾今年禽流感总共有39场，其中以中华14场、云林13场较侪。防检局强调，今年全球禽流感以 H5N1 亚型为大宗，统计10月到12月21号为止，总共有3750场禽流感通报，其中95.8%拢是属于 H5N1，国内爱提高警觉。现在西伯利亚比较冷的，那它可能没有食物，它就会往南飞嘛。国际专家认为，就是说这个主要是透过后野鸟跨境的传播所造成的。H5N1是现在国际主要流行的一个亚型。中华关动防所建议饲主，禽场应该做好保温甲通风，禽舍消毒的频率会使提高到每礼拜至少2届。家禽若是饮食无正常、产蛋率下降的情形，拢应该马上通报，为这会使开发15万块。防检局是表示，会加强全国湿地甲禽流感热区的监测强度，谨慎来面对这波疫情。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大概饲超过1亿只的鸡鸭猪哦。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调查发现，讲国内只有无到4成的民众对什么是动物福利有淡薄了解，也毋过有7成5的民众理解讲无够人道的方式会造成动物的痛苦，佮有超过5成的认为应该爱立法来保障动物福利。将鸡卵放入去真细笼仔内底饲，或者是将猪母关伫真下所在，这动物的生活遭遇并无友善。动物团体公布全台第1份有关经济动物的民意调查，用真下所在饲鸡卵、猪母或者是鸮牛，也个将鱼头甲鱼尾拢白做伙，这4大议题来出发，发现只有2到4成的民众有听过这议题。不过，了解议题了后，有超过7成5以上认为这样饲的方式会对动物造成痛苦。我们有订定了蛋鸡、乳牛、猪只的友善定义与生产指南，但是在政策其程上是完全落后一大截的。那不管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推动的友善畜牧专法、鸽子笼、霞蓝，像这样的非常落后的设施，应该要开始制定转型的期程跟配套措施。餐饮相关的企业都应该要将动物福利纳入真正的采购政策。
动物的生活环境无好，有可能会产生健康问题，甚至出现食品安全甲食品防治的问题。所以，伫民调当中也显示，有超过50%民众认为相关单位应该立法来保护经济动物的生活福利。不管是走我们的专案农业贷款，或者是刚刚提到的要做一个禽舍修缮的一个低利贷款的时候，不可以用传统的格子笼的方式来生产。立法院这边如果要推动促进友善畜牧水产养殖一个推动条例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给予支持。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科学的一个根据，能够来跟我们的消费者来说明，其实我们不需要透过公语，我的水产品就是最新鲜的。农委会指出，会继续推动适当教育，用友善畜牧的相关规范，会努力优化畜牧养殖相关产业，提高经济动物的福利甲处境，让整体环境更加友善。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市教育局公布110学年度各中小健康检查的分析结果，发现讲各小各中的学生囡仔拢变大颗啊，尤其是桃园的偏乡地区哦，学生囡仔大颗的程度是比市区的学生啊还悬。下课时间，校园内学生伫运动场走走跳跳耍飞盘。桃园市教育局分析110学年度全市各中小学生健检结果。各小大颗比例为109学年度的13.10%，提升到14.25%。各中生也为16.7淡薄提升到17.78%。确实有学生感觉在疫情期间家己变大颗啊。你觉得你有变胖吗？有，疫情期间就是比较少运动，因为口罩的原因。我们目前除了结合生态校园让小朋友种菜运动之外呢，我们每个礼拜小朋友都会跑操场。那每一个月我们也会有一个全校的大队接力，让老师跟小朋友都分成2组来做对抗。教育部公布，桃园各中小学生大颗比率前5名全拢伫偏乡，复兴19.51%，观音区19.28%，新屋区18.44%，大园区16.03%，大溪区15.73%，比桃园区的12.62%甲中立区的13.97%悬。市区的肥胖比率反而没有那么高哦。那最主要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这3年疫情哦，那孩子们呢都待在家中哦，久坐比较没有动哦。还有呢，就是可能在饮食的部分呢都过于的精致哦。教育局表示，全市各小各中学生体肥大颗比例比全国的14.41%、18.32%拢低，也进一步分析全市整体大颗比率提悬的原因，主要是偏向价值教育甲单亲家庭较侪，较少注意学童饮食的均衡状况，加上疫情期间欠适当的运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的第2经线的开发路争议不断，外界质疑讲原本规划路线经过生态敏感的浅山带，佮有宜兰县政府立管保护的老芳仔树，会影响到生态哦。公路总局嘛提出新的路线，要来甲地方沟通哦。即马老芳仔树有机会原地保留咯。即将70岁老芳仔树伫头城浅山带过去所面临第2间延伸线大体外环道开发的压力，恐惊被错掉。第2间线路龙，佮被积极破坏浅山带生态。即马公路总局提出新的路线，路线北边行高达溪正边，远离生态敏感的浅山带，老树都应保留落来。也找了专业的顾问公司哦，到现场这边也做了一个确认以后，那现在路线大概已经调出来了，可以依照之前民众建议的路线，我们大概有在偏西侧。针对这路线，民间团体甲环团过去也被报条抗议公路总局乌山花林也有大 S 型，原都这无合理的设计规划进程，佮无甲地方充分沟通。至于乌山花林的部分已经得到解决，暗过伫湾东胖子场附近大 S 型弯道，未有伫湾受当地都市计划将会会阻力，因为影响地方的配比。能够调整，让它的弧度能够比较平缓，好，那可以兼顾到用路人的安全跟权益。那这部分
不管是原来的路线或者要建议修正路线，那本府都尊重市区工程处的评估。大 S 型弯道若无救治，环团认为会造成行车安全记录。公路总局讲，目前新路线还未定好，等居民地主搭铁道市计划中华会等相关单位有共识了后，可做后续的设计甲施工。官府表示尊重新路线规划，期待加速定案。记者综合报道。林务局南投林区管理处伫云林古坑乡的石仔溪，利用生态友善的机制，佮加上加强生态的调查效果是袂歹。最近发现有真侪新的生物，咱出现伫遮，咱做伙来看卖。云林古坑石仔溪集水区原本是打狗、经少水栖的动物，生态性较欠缺，为了恢复生态多样性，南投林区管理处109年底开始进行生态调查。并降低固有霸体观察，和清做开设顶间定手法，或者恢复生态慢慢恢复。目前已经有发现拉斯明溪蟹。在完工后，环境逐渐恢复，也以红外线摄影机以及现地调查，发现生态回来的各项证据，的确达到安全、景观、节能、生态优化等效益。南投林管理处表示，透过空拍和红外线摄影机的监测，包括查到212种的地物种。300种的陆域动物等等，包括介意溪边环境的石蟹獴、真少看的翠羽鸟、蓝腹鹇、白鼻蜥等等。现在阁有真侪水栖动物慢慢出现，和生态更多元化，对地方观光业者来讲嘛相当期待。现在在走的都属于比较深度的导览解说跟在地这边做结合。那当然在整个在溪边如果有恢复一些生态，那当然我们就会结合我们的。整个套装行程。当地观光业者表示，内底安全无问题情形下，会当让石仔坑溪的多元生态带入深度旅游，未来会当吸引更侪游客前来古坑。而南投林管处嘛讲，经过2年外的治理，溪底生态渐渐恢复多元性，未来嘛会因应无同款的环境条件，做到以环境永续经营的目标来前进。记者为你报道。新庄人民甲阳光基金会培训10来教练望讲帮助身心障碍者找到因家己适合做的运动。成果最近伫台北华山文创园区内展示，嘛提供一般民众来体验看卖的。说我基本上是没有上过体育课的，从小就没有上体育课过。那我觉得应该也不是老师不愿意教，而是他不知道要怎么教。这阵运动健身长时行，身心障碍者线条条找无障碍场馆，教练嘛唔知影安怎教教。身心障碍联盟甲阳光基金会合作，培训16个教练，用适合的方式带视障者甲肌障者练体能，让更多的人能够理解视障者，他们只是眼睛看不见，他们的手脚并没有问题，而需要的只是一个语言上的交流。什么叫猫式？什么叫熊式？什么叫棒式？我们经过这一次的课程里面，原来是这样。身心障碍者无所不能，只要有适当的支持、跟培养、跟训练，我们还是什么都做得到。身心障碍联盟表示，未来会继续针对无共障别研发适合的体能训练模式，嘛希望更较侪教练会当做伙加入培训课程，让身障者想要运动的时，袂阁找无人。大家可以跟身心障碍联盟联络，我说我大概是什么样的障碍，那我住在哪里，那有没有在地适合的教练，我们来做媒合的动作。这一批训练出来的新教练，相信可以帮大家进入运动的殿堂。身心障碍联盟12月13到15嘛，伫台北华山园区举办互动式展览，民众伫现场会当体验身障者生活拄到的各种状况，会当感受到身障者运动的情形。记者林思社桂林台北报道。南投第3有一个工艺家苏基月，伊本底是竹仔材料的供应商，后来开始用竹仔做一寡装置艺术。之前的世界地核博览会有一个特别的大地鼓来展览。伊即阵嘛开始做明年兔仔年第3灯会的会场，咱做伙先来看卖的。甲几若条竹篾仔编做一个圆，用轮口加乱编的技术编做伙，就做好一件大型的装置艺术品。这是竹工艺家苏基月为第3竹个灯会做的作品。一只高水的兔仔，耳仔介大圈，看起来就真有福气。
今年是尝试一下而已啦，一般我是都做材料比较多这样，技法这其实乱编法没有什么技术啦，也很简单，只要是它的密度有够这样就好了，变化一下是不一样的造型这样而已。我们平常就有配合，我就鼓励书法老板说，我们可以跟美学家在一起，就是过年那种淘气的感觉。现在就是轮口加乱编。去呈现整个形体的概念，这样。苏基角平常时是德才供应商，为着要有多元的发展，才开始接触德工艺，也渐渐做出家己的风格。一届有朋友搭介绍，会当来变第三丁会会长。苏基角想要透过作品，让游客了解德家文化史。其实他们都很默默在后面。做我们就是工料的厂商我觉得说，他也可以间接就是让人家知道说，他们有慢慢的转换。好，有一些这些装置艺术的件，他们有在做增加好主义式的曝光量，这样。第三个德工艺文化真出名，通人知。店内工艺家嘛拢拍拼传承技术，搁来咧创新。公所这回就邀请工艺家做伙参加德艺灯会，就是希望会当互更较侪人看到因的才情。记者综合报道。原住民服装的制作的过程甲保存是拢真高工。屏东的三地门乡公所最近就专工开课来教族人安怎照温度、湿度来保存组团的服装甲一寡文物，避免珍贵的祖产生果失传。族人用七彩的玻璃珠水洗线材，编织做无共花草的原住民服装。编的过程是动千工，不过煞无正确方法，通甲这寡作品保存落来。屏东的三地门乡特别办课程，针对古早文物的定义甲规划方式来教，互乡亲更较明白文物为何的概念。就是琉璃珠啦，我们的那些陶壶，甚至是我们的那些衣服，有的时候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保护它。我感悟它本身就是很会做原住民传统服饰，那因为正逢他前阵子刚刚离开，所以我们在想说家里面要帮他把他的东西留下来的东西好好的保存。保存文物除了温度、湿度爱讲究，也得顶真防虫害。尤其是原住民拢会把手工服装当作传家宝，天出来花草上顶剥落的祝福甲传承的意义。不过厝内底所无透动的空间通保存，老师就建议爱定定摕出来检查，较免文物落色个死过。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让我们在地部落族人能够加强他们对于文物的一些基础认识，还有了解，那进而能够来培育我们在地部落的人才，对于这种居家文物的一些维护管理。这摆的课程唔但去饮食大来参加，嘛请真侪少年人来学文物保存的方式。三地门乡工作表示，未来会继续办相关课程，希望会当加强族人维护文物的概念，也通培育在地人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的溪池乡，有一群少年人因家剧场搬回去故乡，路边市场庙埕拢是因演戏的舞台嘛，互溪池乡变甲真有艺文的气氛。明仔载暗时7点半，《青春咱的梦》特别带乡亲来看戏剧的景致是安怎伫溪池生团。已经进入第5年的溪池戏剧节，今年的主题是社神。来参加的剧团照这个概念展现创意。用当代剧场的形式呈现传统拜拜的方式，安定受到疫情影响的民众，把翠暗下底笑容搁吹回来。这场活动关键的人物是吴明如，伊是戏剧工作者，对故乡有真深的感情。我想要演一出戏，给阿公看，但是这个阿公其实嘛不只是我阿公，阁有讲咱溪池在地所有的阿公阿嬷、乡亲识大，主要是。想要让大家伫溪池这个所在，会当就简单的当看到剧场的演出。那我们现在要吊上去之前，我们要再把它还原一下，把那个棱线抓出来。活动内底除了戏剧的表演，也阁邀请二律杯翻协作体、二律杯反协作体，伫咧大花堂的大殿，展示合作美的装置作品，呈现4颗里有山包围的溪池乡甲土地的关系。这概念是阮人吼伫。这个世界咧活动的时阵，其实阮摕足侪土地物件，所以这个作品是阮感觉若是使用一个较环保的材质去做一个作品，来讲阮人和土地的关系。
真侪人去过二月潭，煞毋知影二月潭就伫咧鱼池乡，所以团队还阁安排讲座、甲导览工作坊，希望民众会当真正加入这个所在，整合艺文形态来深化交流，嘛扩大艺术的影响力。阮住伫埔里，住伫鱼池啊，是拄好伫迄当阵921是伫正央的。家的景色对阮来讲是足习惯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阮做的是艺术，阮毋是关伫剧场内底。昨天的活动虽然无长，不过甲剧场传统的故乡的信念，当伫个豆豆生炭，嘛因为有这阵少年人投入，互回乡创生，毋若是口号，只要无放弃，承载梦想的戏剧节，无定有机会会当伫个各地来举办。记者罗敏祖、梁新维南投鱼池报道。咱来看中美洲的哥斯达黎加伫市区哦，有人讲做的鸡啊、互芳会当来遮做休歇困。另外，伫美国的芝加哥有一间专门互兔仔住的兔仔旅馆，阁有人煮食讲故事互兔仔听哦。受到主人疼惜的宠物是比人阁较好命。伫中美洲国家 Costa Rica 的城市圣拉蒙的公园外口，有一个看起来敢若是装饰品的鸡仔，顶头放一寡茶箍甲竹仔箍。行过的人真好奇，挖过去看卖，这个鸡仔到底是要创啥物的？其实顶头的牌仔有写，这是专门提供予蜂来遮休困，甚至是做秀的蜂旅馆。Hotel de Abejas es un sitio donde puede proveer anidación para abejas solitarias, sobre todo las especies que normalmente anidan en ramitas secas, ramitas muertos, que requiere un lugar como un tubo. Y a veces es un recurso limitante en el ambiente. 伫大家印象当中，蜂拢是一大阵斗阵住伫蜂巢内面。但是专门研究蜂的教授保罗汉森讲，其实伫 Costa Rica 有600至700种无共品种的蜂，其中8%到10%的蜂拢是单独做秀的。因为都市化的影响，蜂的生存空间甲数量愈来愈少。因希望透过这种蜂旅馆，将圣拉蒙变成一个对蜂真友善、适合蜂生存的都市。甲镜头转到美国，伫主人出差也是出国佚佗的时，代替主人照顾狗也是猫的动物旅馆，即卖已经非常普遍啦。但是最近伫 Chicago 有新开一间专门照顾兔仔的旅馆，这间当地第一间兔仔旅馆设备不只舒适。每一个单独的笼仔空间拢真宽，笼仔内有铺地毯，阁有互兔仔困的设定名床。食饭的时间一到，都有专人甲上青的青菜送到位。工作人员甚至会伫边仔读册讲故事互兔仔听，只是毋知影兔仔到底是听有啊听无。We want to provide the most caring and luxurious experience for pet rabbits while their owners are out of town. 但是卖叫是这间兔仔旅馆，就是互兔仔会当享受尔尔。事实上，兔仔旅馆的头家嘛是一个收容流浪动物团体的负责人，所以这间兔仔旅馆的收入会用来经营另外一间流浪动物的庇护所。伫提供这主人心目中的宝贝兔仔高级服务的同时，嘛会当帮助照顾一寡无主人的流浪动物。记者甲面很便宜。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1度，上悬16度；中部地区上低11度，上悬20度；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3度；东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20度。华岛地区上低9度，上悬17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